偏贵的水龙主啊，公主，主，昨个是看你真无神，你是咧想啥物？无，我无伫想什么啊。哎，拄则强女伫摇舞，啊，即满是昨个是看你着无心情通去欣赏，我毋才会叫伊摕落去。龙主，有道是做亲近是夫妻，龙主若有啥物要求，应该着甲查家讲才对啊。当爷毋只甲我讲过一摆，龙主是中原人，袂用太相信伊。莫非伊真是动了思乡之意了？龙主啊！
原来你是咧思念故乡，那这一点真搞袂怪。思乡是人之常情，啊，毋过你查家所知影的，龙主的乡亲就已经去世了。中原既然甲无啥物亲戚，龙主，你又何必去想遮要创啥物咧？龙主，心情若毋好，也无查家，加敬你饮几杯。龙主，请。偏贵的水你逐工拢伫遮，伫咧等苏姑爷倒转来是无？小姐，你哪遐尼袂死心呢？三姑爷都已经死啊，你搁当伫遮咧等啦，伊嘛袂倒转来啊。春啊，你莫甲我提起这项代志好。可是，我若想讲死拢是已经死啊，我连活落去的勇气都拢无。我相信伊无死，我认为伊会倒转来，所以我每一天伫遮等待死咯。这也变成是我每一天唯一会当做的代志。一定对吧？大家都讲我家己伫咧欺骗家己，连母亲嘛是安尼讲。
是毋是啊，林瑞？我家己伫咧欺骗家己。袂，小姐，对今仔日起，我逐工向天求祷，希望神明保庇3个月早一日倒来，都会当甲你团圆。我却叫袂记哩，今日我来无得，是听甲你送这要来摕回去。我有讲过，叔父的任何物件，我一项都毋接受。小姐，这是干那一寡食的物件尔呢？伫某人啊，就有教堂互我充饥，你还是摕回去。连妇人咧受痛啊受命，你都毋肯食。今仔日是母亲的生日，是。小姐，妇人的受担，叫我倒转去，伊老人家足伤心的，所以，因为我摕这个受毒啊受命，是特地摕来要互你食的。母亲，我好会努力报出，伫遮甲你孝道，愿你老大人福寿无暇，一朝一日，世龙伊饮用归转来，我一定会转去相府，甲你拜寿。